啊！啊！有挑战性，非常立体的角色。公办其实我有很多是自我嘛，係珠槍佢歌同咩一成樣嘅。1986年，中央天影公司开6000万去北天影年，讲嘅係老主管過回來推辦，喺美麗嘅亞洲天后有獎嘅故事。原是30年前，因为陈耀奇陈导演对于先民整个在开垦台湾这块这个新的天地里面的某一些那种在人心的最深处的相信的一些价值观念，跟以及在那样困苦环境里面表达的一些勇气，表面上是说跟石油跟油井相关的事情，可是它的本质上事实上是在说人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心灵的根源的问题。为什么不好？其实也无所谓，反正约期到了，我就可以海阔天空，四处去开垦。总是记得小时候，立志要做个开荒垦地的大英雄。其实因为客家天师今年是第7年哈，差不多2-3年前，你属于上过讲，迄唔迄你爱请一个客台故事，特别你台湾客家来做一个连续剧，故说你请久哈，是发现讲其实你做得来了，过去天阳破改园来拍连续剧。差不多3年前，你是拜托请原著张毅老师哈，苏凯文你做得了嘅天阳改做连续剧。综艺欣赏年里，客家天师从去年就上阵一年，不做免费收看改编伊的作品。它本来就发生在一个客家村落里的故事，剧中的人基本上也是应该是操客语的一个人物，所以今天能够与客语电视台来演出，他一定可以接触某一部分更真实的文化的表现。学生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台湾电影的辉煌年代。对，那我觉得经过了30年，虽然台湾的制作条件可能并没有什么进步，可能还比往常更加艰巨，可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机，我觉得拍这个电视剧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他去讲述了一个对信念的坚持，对现在的台湾来讲，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它一个主题，我个人认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希望能够用最大的能力把它做好。因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讨论上面，所以呢，虽然只有20集的剧本，我们整整花了大概超过1年的时间。现在再回想起来，我这一生写这个剧本，我还从来没有花过那么长的时间去写20集的剧本。自己感觉到我这个编剧的生涯里头，我觉得它是我付出最多心意的一部戏。你差不多花了1年半的时间来编剧，这样开始来制作了个连续剧。不说了的播出嘞，差不多你准备3年人的时间哈，希望讲加到了个连续剧。阮和他都台湾客家人看到，其实200年前，你客家人都台湾开始打拼，很样板一个情形。亚台湾对清朝幸福娘家戏史都经150年的故事，人们都对出港行开始讲起。韩国戏出地都的人，韩国的素材，
看伊能看过嘅山水，对 Q 是文腔资料度，想象伊能所过嘅生活。台湾也很多年吼，有种劇吼，可能睇架較好看啊，配上較好看。不錯有啲位嘅做嘅做一些古裝嘅樣嘅戲吼，可能睇架不知道講動花錢吼，就較麻煩吼。當少年去做啦吼，不錯禮拜人家嘅時去做一出戲嘅時間，人家就會想講哦，嘅一定有動到嘅問題會發生。因為做嘅古裝嘅東西哈，原來服裝上面哈，還有造型哈，就講嘅是這個人哈打扮哈，可以較冇重要嘅。不說哎呀，一定會發動到是喺你上面。原住民老後年用嘅衝突哈，用嘅合作哈，還有就講，先一開始沒有做到講哈，泰國嘅客家人哈，用嘅到台灣嘅歌唱哈，所以啊，每隻東西嘅困難嘅點吼，深度吼。台灣也按多年，其實像亞種嘅戲吼，就會走到泰國做吼，因為你這片有可能落嘅啦吼，非常服裝啦吼，還有嘅臨時嘅演員吼，去深度吼。不過喺台灣做嘅話，做安尼太石頭嘅故事吼，然後從頭開始做亞出古裝嘅戲劇吼，難度真嘅動過。不過人家係一集話嘅克服。普戲現場有負責打燈光嘅燈光組，負責畫面內容嘅攝影組，負責器材發電嘅廠務組，負責場景布擺嘅美術組，負責管演員時裝打扮嘅化妝服裝組。關鍵圖同民生問題嘅製片組，演員出場，現場準備好勢，都會等很開始嘅幾聲音呢。演一部戲30年前嘅係個普天陽啦，但天陽係比較濃縮嘅，天師嚟講嘅20輯嘅天師劇咧，我就想拍到加喺客家人嘅英文館裡面，包括語言啊，包括嗰陣時清朝嗰陣時嘅呢個客人嘅生活嘅一種景象，還有台灣嘅一個面貌可以拍出來。其實賴水清賴導演，佢客家人嘅可能係一當啲嘅嗬，因為佢啲台灣普通到當站嘅戲嗬，做得來產品一隻戲嗬，其實對人家規則嘅鼓勵動態，人家老交通嗬，就講客話嘅客家意識動強。嗰時候佢過去多年做客家事情動到，不過你始終冇機會來拍一隻客家嘅戲嗬。嗰時候佢知道講哇，對佢哋嚟講，佢想來參加，所以也係老人就合作係一隻同獎嘅一擺合作。第一擺見面就係一個西布床嚟行，近嚟一條布啊有顏色啊咁樣啊，佢就見到佢下一個詞，喊個演員指定咁樣啊，佢就講啱講人嚟傳佢，一夾呢種字，咁就兩個都相依。這個戲呢，我想紮實一點點，因為佢攞一般嘅創作出來嘅一條戲劇係唔同嘅，佢一個故事係從真實嘅人物係嘅來源嚟發展嘅，所以我會將佢咧拍到比較紮實一點點，佢唔係攞一條一般嘅戲劇咁樣做法，所以而家金錢也好。喺嘅畫面嘅呈現裡面來講，嚟到做得比較現實一點點，希望能夠達到一條好像有點歷史感咁樣嘅一條戲劇。
因為台灣嚟講演員好多啦，但係佢講客話講得好嘅，因為符合一個角色嘅比較難。經過後來嘅一個選擇之後呢，這3套人我都覺得係調得選得係好好嘅。前面就是窮酸啦，溫先豪啦，就演那個吳彥芳嘅父母。全就裝不凶，然後水年冇錢，咩裝唔嚟買料。宣偉李玟啊，就演佢天二胎嘅這兩人，還有唐傳喺度咧，都非常嘅符合一個演退樓一個性格。第3代嘅嚟講咧，有啲演員咧，佢因為語言嘅問題嚇，我哋冇頭先係講過冇近到呢條香港合法嘅。那我哋都潛到呢條咧，就是唔曉講嘅，睇呢佢一形象符合，那我哋都俾機會佢，俾時間佢咪去學習講客話。但係咧有個問題就係現場嘅演員咧，始終佢嘅演出嘅方法咧都老以前嘅唔同。以前我哋看演以前嘅一個戲咧，佢好多呢條比較嚟講嘅就是鄉土味比較多，因為以前嘅演員咧俾人連推過來，所以好多嘅一種展現啊，一種苦難嘅感覺。現場嘅演員咧就比較缺乏那一種嘅一種情感，那我哋都盡力去做到。演員愛行到轉去150年前嘅時代，幕後人員愛只錯出老頭擺嘅環境，也所有嘅付出都係結出好戲嘅來源。我走到哪去？係咩唔知啊？走去哪邊啊？屯小。屯小啊？屯小啊？唔記得路。通宵咧，通宵咧。一家人天白年。係。係啊係。咩天嘅鏡頭？機床戲。都走路很酷哦，用不按酷。用不按酷。用啥？每天要做功課的吼。當然每天。要睇3擺。就講好誒，講我做到7擺。最少7擺。最少哦，會不會太苛求？不會啊。對廣東家人從而看客樣嘅來台灣嘅業務員，仍然愛迎接喺台灣嘅體育創意。演這部戲係講俾客家人貼假音來台灣的故事。因為假音這種是天時冇好天寒啊，故所大部分的人冇辦法生活，故所來台灣。我就係主角吳彥芳嘅阿爸。來台灣一開始冇乜個順息啦，就是不是很過得很好，然後可是一直有一個夢想，一個台灣夢，
也遭逢很多事情。我们的故事跟祖先其实都血脉都是相同的，都是重叠。无但将个客家人的故事。也有人所读到嘅陆冲岩的老祖公过海来台开放打拼嘅命运。祖国吴林峰做作为路的开家，人土国中还系亚帕头的吴正铁，我用来传承安尼嘅故事咯。头豆链哦，阿姐，要买头豆链无？头豆链哦，头豆链哦，天我用的头豆链哦。你刚才给我们出来的时间用干啥？用干啥？给我们出来。哀莫大于心死，哭不出来才是最高境界。那你可以跟导演这样讲吗？不可能。对，是没错。你看两面啊！好多嘞。谢林峰嘅任务做到惨嘅，存到嘅苦难同唔前完成嘅梦想，如果搞本行业界团嘅阿林峰总山里嘅。啲當嘅場景係古裝戲嘅基本要求，也係千難做到嘅頭路之一。中開路睇台灣戲北人，中南下北行郊嘅，就係要請到千好嘅素材來翕。没办法，声音太吵了，这个配音。是因为在市区。对呀、林家花园旁边的话，太厉害。昨天更厉害，昨天是元旦，哇，到处放鞭炮，一点声音都收不到。呵呵。最主要嘅場景生理上，因為也出去本做三戰時期，
艺术组喺苗栗泰安的山蛋糕，做得讲系对马嘅触摸，面都开出的一个钟头。你说你们每天都在上面煮？要不然到山下要来回2个小时。这个萝卜还在。白河。他从白河搬过来的。就是有漆啊，墙壁不然墙壁还没好啊。墙壁全部要漆成什么颜色？那颜色不会讲，要调出来就好。它旁边要下图片啊，还有门跟窗户。要做旧吗？啊？要做旧吗？都要。包括吴连峰一开始推销的迄个老爱料，到移开的烧皮上中、学堂，村民迄个屋，如迄提泰安也就做重建起备。谢谢。冬天一下会变吴连峰，一下会变两万米。5、4、3。第一只敲做手工皮毛上米片、天毛上米肠的山蛋糕，喺家乡下各位3只人日的日的。种嘅花花草草，可以出人，有嘅鸡阿伯也到头上。人的重建唔單止係讓人保養的環境，也係普戲期間生活的家人。为什么有古人混在这边吃饭？打饭。所以你们现在每天都吃大锅饭？对啊，这样的感觉以后哦。这台是挺硬，第一台啦。这个当年要6、7个月吧，但是看起来很大。